你再講多一次。屋企有尿頻尿急嘅，你注意啦，我教呢個1000年嘅調理方，用2樣生果嚟煲水飲，你成晚都唔使你生屙夜尿噶啦。呢個成本唔使2蚊雞啫，人人都飲得起嘅。如果你飲少少水就想揾廁所瞓着咗容易俾尿谷醒，一晚起夜3、4次嘅話，你飲咗一段時間之後呢，你一覺瞓到大天光，以後都唔使周圍問人，到處掛號去睇嘅，亦都唔使白白嘥晒自己血汗錢。嗰啲話夜尿多整唔好嘅，其實都係呃你噶。所有嘅夜尿多大多數係因為腎氣不足，冇辦法固實膀胱，就算屋企嗰啲水龍頭佢關唔緊一樣。咁如果你試過好多方法都唔係好理想嘅話，今日呢個千金難買嘅土方你千祈唔好錯過啦。準備5克石榴皮同3克附附子一齊去煲水飲，佢修煉固記固精縮尿啱晒嗰啲腎氣不固引發夜尿多嘅朋友飲嘅。你連續飲翻幾次呢，你就會發現自己變化噶啦，你成個人都會輕鬆好多噶。咁最緊要你係呢2款材料一定要揀優質嘅靚貨先得，唔係嘅話你飲再多都冇用嘅。如果你唔知道去邊度揀嘅，又唔識點搭配比例嘅話，喺視頻左下角有配好嘅成品茶包啦，你攞翻用滾水沖3、5分鐘就飲得，佢簡單又方便嘅。咁趁依家活動價抵買，快啲落翻單翻試下啦，希望能夠幫到大家。